心理测验是一种探索自我、了解他人的有趣工具。透过不同的测试，我们可以发现自己的性格特质、情感状态以及价值观。这些测试不仅有趣，还能促进自我反思和成长。本文将介绍几种有趣的性格和心理测试，帮助你更深入地认识自己和周围的人。1. 色彩心理测验测试方法：选择你最喜欢的颜色，然后根据颜色的象徵意义来分析你的性格。颜色及性格解读：一、红色代表热情、活力和冒险。选择红色的人通常情感强烈，喜欢追求新鲜感，对生活充满动力。2、蓝色象徵冷静、理性和和谐。喜欢蓝色的人通常内心平静，善于思考，适合做调解者。3、绿色代表平衡和成长。选择绿色的人通常喜欢自然，富有同理心，重视和他人的连接。4、黄色象徵快乐、乐观和创造力。喜欢黄色的人通常积极向上，能带给他人正能量。5、黑色代表神秘、独立和深思。选择黑色的人通常思考深入，喜欢独立，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见解。小结：这个测验不仅可以帮助你了解自己的情感状态，还能洞悉他人选择颜色背后的心理，进而改善人际关系。2、动物性格测验测试方法：在心中选择一种动物，然后根据动物的特性来分析你的性格。动物及性格解读：一、狮子象徵勇气和领导力。选择狮子的人通常具有强烈的自信心，喜欢成为中心人物。2、狐狸代表机智和狡猾。喜欢狐狸的人通常善于社交，能灵活应对各种情况。3、海豚象徵友善和合作。选择海豚的人通常乐于助人，重视团队合作，能带给他人快乐。4、乌龟代表稳重和耐心。喜欢乌龟的人通常谨慎行事，喜欢独立思考。5、猫象徵独立和神秘。选择猫的人通常追求自由，不喜欢被束缚。小结：这个测验能帮助你更好地了解自己的优势和不足，并在与他人交往中更具针对性。3、梦境解析测试方法：回想最近的一个梦境，然后根据梦中的元素进行分析。梦境及性格解读：一、飞航象徵对自由的渴望和突破自我限制。通常这类人喜欢冒险，渴望变极。2、追逐可能代表现实中的压力或焦虑。这些人可能在某些方面感到被迫或无法逃避。3、掉落这类梦境通常反映出对失控的恐惧，暗示住生活中的不安定因素。4、水象徵情感和潜意识。梦中出现水的人可能在探索自己的情感需求。5、考试通常代表对自我评价和外界期待的焦虑，暗示住你对表现的过度担心。小结：梦境解析可以帮助你更深入地理解自己的内心世界，揭示潜在的焦虑和需求。4、选择测试测试方法：想象一个场景，然后在几个选项中选择一个。场景及性格解读：想象你在一个宁静的湖边，看到一个小木船，你会1、立刻跳上船，这表明你是一个勇于探索的人，喜欢冒险和新体验。2、观察一会儿，显示你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，喜欢在做决定之前收集更多信息。3、选择走开，意味着你对当前状况感到满意，并不想改变。小结：这个测试帮助你分析面对变化时的态度，并发现你的冒险精神或保守性格。5、故事性格测验测试方法：根据一段简单的故事情节，回答几个问题，揭示你的性格特质。故事情节：一位旅行者在山顶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宝箱。他会1、
立即打开宝箱，勇于探索，喜欢冒险和未知。2仔细观察宝箱，谨慎小心，喜欢在做决定前仔细考虑。3继续前行，对物质追求不感兴趣，更重视生活的体验和感受。小结：这种测试可以帮助你发现自己的价值观以及面对选择时的思考方式。6. 情绪测试。测试方法：选择以下情境中你最常有的感受：1. 失去一份工作 ，A. 感到悲伤 ，B. 反而感到轻松 ，C. 开始寻找新的机会。2. 和朋友发生争执 ，A. 主动道歉 ，B. 选择冷战 ，C. 反思问题所在。小结：根据你的选择，可以了解你在压力情境下的情绪反应方式，进而提升自我调节能力。7. 社交测试。测试方法：想象在一个聚会中，你会选择怎么做？1. 主动认识新朋友 ，A. 走上前去自我介绍 ，B. 静静观察 ，C. 从朋友那里介绍。2. 面对尴尬的沈默 ，A. 主动打破沈默。B. 继续保持沉默 ，C. 找寻其他话题。小结：这个测试帮助你了解自己的社交风格，并促进与他人的互动。8. 总结：心理测验不仅有趣，还能成为自我探索的有力工具。透过不同的测试，我们可以获得对自己及他人的深入理解，进而改善人际关系，增强自我认识。不妨和朋友一起进行这些测试，分享结果，进一步探讨性格特质和心理状态。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，这些测验能带来许多有趣的交流与反思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格，透过这些心理测验，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自己，探索未来的可能性。希望你在这些测试中找到乐趣，并收获满满的自我发现。